你哋而家睇到嘅，你以為係一個普通嘅電腦遊戲，但係實質上係有兩個真人喺度打緊我哋 Free Boxing VR 拳擊嘅遊戲。呢一隻咧就係自拍飛人相機啦，咁咧就你當佢係一個咧隱形嘅一個攝影師，咁你就譬如話去旅行啊，或者去任何嘅地方咧，佢就會自己跟住你嘅。呢個係一個 VR 拳擊嘅遊戲啦，咁我哋係 Reflect Technologies 發展嘅遊戲，咁我哋呢個遊戲通過用 VR 同埋我哋嘅 Axis Motion Sensor，咁就可以兩個融合埋一齊，就可以玩呢個遊戲，咁就可以好安全地隔空去打擊啦。之前喺泰國咧有個為奧運嘅一個好似 Qualifiers 舉行過一個展覽嘅，咁泰國嗰陣時好多專業拳擊手咧都有嘗試過呢個遊戲，咁係佢哋當時都好受歡迎嘅。有啲咧就會特登利用呢個遊戲咧係當做一個熱身，好似退咗休嘅教練啦，佢哋使用呢個遊戲嗰陣時就覺得哇，可以重新接觸過拳擊，跟住可以出一身汗，跟住都覺得係非常之好玩，亦都好現實嘅，比較真實嘅個遊戲，因為我哋嘅遊戲裏邊個規則都好接觸真實拳擊嘅規則，係啦。想接觸拳擊嘅人啦，或者已經暫時都訓練緊拳擊㗎啦，或者已經係打咗拳擊好耐嘅，咁唔想再好似話受傷，咁咧就可以通過呢個遊戲再接觸拳擊咯。我哋而家初次嘅方向咧，都係想向奧運 Olympic Esports 嗰方面發展。咁希望喺嗰度咧，通過 Olympic Esports 都可以接觸到更大廣闊嘅使用者。暫時我哋呢個產品係一個算係prototype 嘅一個stage 啦，有好多發展進步嘅空間啦。咁呢個只係一個係proof of concept，咁就俾你睇下我哋有咩可能性咯。可能一年來會有更多嘅發展，咁可能到時咧就可以，你會喺市面上嘅拳擊館啊，都會可能會見到。跟住我哋下一步就會做 online 嘅比賽，咁譬如話你喺唔同嘅國家，你都可以互相進行呢個 VR 拳擊咯。最特別就係佢根本就唔需要呢啲控制器嘅，自己拍，佢好細部啦，可以接得埋嘅。咁之後就可以直接擺落個袋度咧，咁就完全冇人睇到我有一個識飛嘅攝影嘅相機喺度噶啦。呢個亦都係全世界第一隻咧，可以去到影到 8K 像素嘅一個自拍相機，係啦。咁就其他啲最多係去到 4K 嘅啫，係啦。同埋啲物料咧係都唔同嘅。啲物料咧，佢哋用一個膠咧，佢就係一個點都屈唔爛嘅。好多玩家咧，佢就中意，譬如話踩單車啊，或者係滑雪啊，或者啲動作嘅運動咧，佢都中意用呢樣嘢嘅。咁佢就唔需要再有人喺跟住佢嚟拍噶啦，佢就跟住個主體咧，咁佢就自己會飛得好穩定，同埋咧拍出嚟嘅質素好嘅，同埋咧就非常之輕身嘅啫。呢一部咧就250幾 gram， 呢一部咧就得99 gram 咁啫。咁呢一部咧就係全世界第一隻咧，可以拎去日本用嚟做航拍咧，都唔需要攞呢個牌照嘅喎，係啦，就全部唔需要登記任何嘢嘅，因為佢係 under 即係低過100克嘅，咁所以就全世界最輕嘅一部機，拍到個質素咧可以去到2.7K 嘅喎。